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这是咱起立，甲边仔人讲，咱甲你的正面讲，咱做伙来学罗上帝。佮甲你的倒面讲，咱做伙来学罗咱的上帝。咱用这首歌，咱来学罗咱的上帝。我要全心赞美。 全心感谢，全心赞美，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帕婆啊，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 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息。再一次全心感谢。 赞美他，来感谢他，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的里面，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 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 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息。来，一人捧礼，一人捧礼。 欢呼声永不息，再一次来说，一人捧礼，欢呼声永不息，继续来赞美，大山为我开。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 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有路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释迦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 再一次，神一直都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这是我们一直都坚信也是相信的事，还没吗？虽然道路原来，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 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山
流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海。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们一起大声来宣告，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再一次来说，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台长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谢谢你一直都在。我们相信，我们无论到哪里，凡2、3个人奉你的名在这边的聚集，神你都必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主，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聚集在这边，我们为的就是来寻求你，我们为的就是用来祷告，用敬拜来寻求你。主，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聚集在这边，我们就是要来向神你来说，神，我们需要你，我们敬畏你。我们也知道有耶稣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我们就不惧怕。有耶稣在我们心里面，就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没有什么比这更甘甜，因为有耶稣。谢谢你在我们里面，一起用这首歌来敬拜他。尝过主恩的滋味，还有什么更甘甜？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世界不再吸引我，主爱胜过全所有。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的生命海阔天空。不论环境顺利，我深深相信主的恩典一定够用，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能勇敢面对明天，困难都将过去，我靠主站立，定睛天上荣耀冠冕。谢谢主，让我们继续用这首歌，我们再来敬拜他，因为神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祝福。我们可以依靠他，我们可以向他来求救，我们更可以来爱他。因为尝过主恩的滋味，没有什么比这更甘甜的。尝过主恩的滋味，还有什么更甘甜？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世界不再吸引我，主爱胜过全所有。一生最大的祝福，就是有耶稣住在我里面。因为耶
相信，主的恩典一定够用，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能勇敢面对明天，困难都将过去，我靠主站立，定睛天上荣耀冠冕。再一次来唱，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的生命海阔天空，不论环境顺利，我深深相信，主的恩典一定够用，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能勇敢面对明天，困难都将过去，我靠主站立，定睛天上荣耀冠冕。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你总是没有撇下每一个你所爱的儿女，谢谢你就把我们当成你所亲爱的宝宝，在你的怀抱当中。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刚强，凡事都能，让我们能够靠着主，能够来面对明天。主，我们谢谢你，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主的恩典一定够用，耶稣在我里面，阿门吗？阿门。今天你是有福的，我们一起来宣告好吗？我是有福的。我是有福的。很好，神看重我们的摆上哈，让我们今天的祷告会，我们就一起来大声的祷告，大声的敬拜，阿门。阿们。我们今天要来读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9章的16到23节。那总共只有8节，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念，好不好？好，大声的哈，来16节。我没有理由为着传福音而夸口，我不过是奉命去传的。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如果我传福音是出于自愿，我就可以获得报酬，但是上帝既然把这任务交给我，我就认为这是一种责任。那么我所得的报酬是什么呢？就是我有传福音而不叫人花钱的荣幸，就是说不享受传福音应得的权利。我是自由的人，不受任何人的奴役，但是我却甘心做大众的仆人，为要争取更多的人。跟犹太人一起工作，我就像犹太人，为的要争取犹太人。虽然我不处在摩西法律的控制下，我却像生活在法律下的人，为要争取法律下的人。同样，跟法律外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像法律外的人，不受犹太法律的拘束，为要争取法律外的人。然而，这不是说我不服从上帝的法律，其实我是受基督法律约束的。在信心软弱的人当中，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争取他们。所以在什么样的人当中，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用什么方法，我总要救一些人。我为了福音的缘故做这些事，目的是在跟别人分享福音的好处。好，谢谢大家，我们非常同心哦。今天我们的这个经文的主题叫做为了福音的缘故。那记得吗？刚刚一直提到的是保罗，对不对？在大马色被光照的那个扫罗，那信主之后，他就变成是
保罗，此后呢就为主来大发热心的保罗，在16节说他是不得已的有祸了，是这个保罗本身呢要表达的是，如果没有传福音，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呢？那生命的意义本该如何？保罗的生命他有着对福音的热忱还有对主的承诺，这个是保罗他的生命在信主之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那我记得在这个2018年的时候，我们有跟教会的弟兄姐妹去泰国旅行，然后那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印象的行程，是我们到一个华人教会的地方去做对仁圣节夫妇，然后那个处女长老夫妇，我们一起去哈。一进去的时候，你记得吗？它不是一个礼拜堂的样式。那一进去的时候，就是这个敬拜团在台上的排练这样。那我们就马上被引导去到一个地方。早餐区就觉得怎么会要做礼拜之前有早餐可以吃这样子？那其实是很简易的餐点。那我觉得教会的预备就是为了要让弟兄姐妹有这个交易的时间，因为他们的区域好像是地点比较长一点点这样。那在牧师的讲道完，我们也没有说牧师跟每个人道平安就马上回家，你们记得吗？我觉得最有印象深刻就是。马上我们就在原地围一个圆圈，然后牧师马上就分享说那今天的怎么样，然后互相的寒暄。我觉得这个一个短短的上午的时间就预备了这个2个可以跟弟兄姐妹交易的时间哈。我觉得牧师这个教会呢非常看重的这些弟兄姐妹。那而且在会后的介绍呢还说，这个牧师他是一位代职的牧师，就是说他有自己的工作，我记得是在银行业的高阶经理人这样子。那但是他也把教会打理得很好，所以就让很多的弟兄姐妹就非常愿意的献上哈，而且愿意去跟随牧师所做的一些事情。那我们讲回来，今天的经文里面是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这个宣教路程当中所建立的教会，但是呢，这个当中有好些的人就是质疑他，因为他不是12使徒里面的一位，他是另外的。那所以呢，保罗他有什么样的态度呢？这是他所建立的，一砖一瓦，可能这些人都是他所带领的。那但是呢，保罗就主动，并且他甘心的放弃用福音来生活，他就觉得说没有关系，他自己有工作嘛，这是我们常在圣经里面看到的。那保罗的态度呢，就是并非他没有这个权利，如果他要有的话是可以的，但是保罗呢，为了不想让这个弟兄姐妹有混淆对神的福音的看见，所以他的态度是：我有权。但是呢，为了福音的缘故，所以我弃权。这是保罗在给我们看到的。那18节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叫人不花钱的荣幸哦，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语讲说，这个价值远远的高于价格，就是说他所做的事情是会让后代的非常的值得觉得说这个是很有价值的事情，不是说用价格来取决。那所以我觉得保罗的价值观就是以福音为念，他的中心点，他的目标导向是很清楚的，要人家很清楚的知道福音，不被这些事情所混淆。那后面的第19节说呢，我是自由的人，他不受任何人的奴役，但是我却甘心做大众的仆人，为要争取更多的人。后面的20到23节，保罗他有说，无论是跟犹太人，是跟不在法律里面的人，或者是跟信心软弱的人，保罗为了福音的缘故，都能够成为一个能够与人和睦相处的使徒，为要得着人。你们猜保罗的人缘很好吗？不好。因为他以前脾气不是很好嘛，我也这样觉得，就这个人怎么转变这么大这样子哈？这个可以跟各式各样的人来做协调。你从他信主前的生命来看，不要说是跟人协调，可能就是我们有时候跟不同的人坐在一起，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勉强的事情，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喜欢跟我们聊的投机的人在一起，喜欢我们讲一些投资理财呀，对不对哈？但是呢，如果你要跟我聊这个小孩的养育，
可能我就没有很想跟你继续聊下去这样子。那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们都会喜欢，比如说我也喜欢聊旅行，所以跟旅行的人在一起讲话，我们就觉得说啊，这个话非常的投机，哪边好玩这样子，哪边有花季。可是呢，如果你跟我讲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可能就会觉得比较没有兴趣。那在信仰上呢，我们可能都喜欢跟有信心的人在一起，对不对？哇，像仁圣姐这样子，就是笑容永远很开怀。我们很难去跟很忧郁的人，或者是很批判的灵性的人，会去想要跟他主动的坐在一起。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这个可能我们会跟他保持一点点距离。我想这个是比较天然人的个性这样。那所以你去想啊，保罗做这样子的决定跟这样的教导，我觉得相当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会知道说，完美应该是想象出来的画面嘛，对不对？哈，在我们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生小孩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应该会是一个很好的另一半、很好的父母。那只等到有真的家庭出现之后，你会发现说，哇，好像原来不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哦。那我们的信仰呢，是一步一步。我最近在看一本书，他就讲到说，我们从信仰开始，就是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一步一步呢，我们被神的真理话语所建造、扎根，这样。所以，我们不是单单只靠恩典。但是呢，信主越久之后，我们也知道说，其实神用很长的时间在等待我们回头，在等待我们再转向他，跟随他。归向他这样子，所以呢，神在信仰的路程当中，是让我们在当中可以被建造的。我们常常会以为说，我应该是可以这个赦免人的，这在教会这么久，应该那个人如果得罪我，我是可以原谅他了。但是后来我们才发现，我自己啦才发现说，其实我只是常常转眼不要看这些人而已，就是很难讲到真正的赦免。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呢，就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写明他的爱。我们是白白的得来，但是呢，直到我们要给出去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哇，原来我们真的不够体恤，不够为人着想这样子。那门徒有问耶稣一句话，他说：“我当饶恕我的弟兄几次呢？”你们记得这个吗？到7次可以吗？7次可以吗？对不对？我觉得要去问人的人，这个带着问题的人自己本身就会有那个答案。因为保罗说7次可以了吧？我觉得7次已经够显出我的宽容跟大量还有接纳的这样子。耶稣回答他说：“70个7次，哇，这个真的不容易。我们有时候常常看别人，应该就是要在这个每一个步骤上应该要按部就班的。这个时候你怎么会发脾气？这样，我们常常在自己软弱的时候，都会有很多的理由啊。今天聚会没有来啊，今天服侍要请假没有啦，我就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啊。这个我觉得弟兄姐妹应该要接纳我，应该要这个容许我这样。但是呢，别人如果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呢，你就会觉得说，哇，怎么会这么不应该？这个不是几个月以前就已经安排好的事情了吗？所以我们再一次的这个举例就知道说，哇，这个保罗在付上这个福音的代价，为了福音的缘故，我觉得他有种种的不容易这样子。那福音可不可以没有耶稣？不行。福音不能够没有耶稣，福音也不是说我来关心你，也不是说我会做这个事工，福音也不是说我可以怎么样的刚强这样子。那我觉得在去年呢，有一部电影，它是写自真人真事，但是呢，好莱坞的片商没有一家要采用，那只等到这个5年后，他用独立电影来发行，这个叫好叫座的程度呢，跌破许多人的眼镜，成为2023年的10大影片之一它是电影的内容写出这个儿童贩卖人口的记录。主角说，上帝的孩子是非卖品，因为他知道说这个生命的价值在这个高度，所以呢，这个主角这个导演他就会付上一切的代价。你看，过了5年，他都没有放弃这些事情，那只是为了让电影的影响力可以去终结这个儿童人口贩卖的虐待行为。那最后我们说到，
福音说的好消息呢，可能不是说那种换季大拍卖的那种好消息，可能也不是说到就是说这个公司今年给我们领3个月年终的那种好消息。福音里面说的好消息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保罗的生命里面呢，他领受神的呼召，所以他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命。他不是原本就长这样子，不是原本就很愿意跟人家去和睦相处，他愿意降服在神的面前，用神的眼光去看那些在律法里面的人，不在律法里面的人，或者是在信心软弱的里面。所以呢，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要记得哇，神是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扎根，让我们给我们时间等待，回转到神的面前。就福音是神的大能的彰显，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是主啊，我们相信你。福音可能是我们在神的面前会说，这个是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归向神，要向神说：神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想这是真正的福音，福音不是说我今天关心了你，你就应该靠主刚强站立。福音是可能你关心了这个人10次20次，他可能还是这个样子，他可能还是没有要来参加聚会，他可能还是这样子的领受恩典。所以保罗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榜样，他知道说为福音我们要献上什么的代价。我们也许是献上代价，也许是付上代价，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撒种，是一种投资。我们可不可以宣告，有一天我们得着的会比献上的还要多？阿们吗？阿们哈。好，我们请敬拜团上来。神对我们每一个人亲自的说话，可能是献上，我们要献上在神面前；可能是放下自己，放下我们的脾气，放下我们的很多在神的面前；可能是放下我们的权利，可能是轻看我们的情绪。因为神的信实总是不撇下，他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我们继续邀请你来对我们说话，来动工。我们要来跟随你，让我们不是依靠自己。让我们来一起来渴慕他。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再一次，在干旱无水，在干旱无水之处，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很好，一首歌，我们再来唱一次。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再一次，我们可以再慢一点。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
水泉源，永不枯竭。再一次从头开始。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你渴慕你吗？就把你的渴慕唱出来。你要寻求他吗？就用你的声音来寻求神。因为神说，因为神又说，只要我们就必因如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谢谢主，我们继续来祷告，让我们能够住在他的里面。我们对神来称颂、来赞美。我们一起读历代志上16章8节，请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用感谢的心来翻转困境。每一天的不一样，每一天我们遇到的愁苦埋怨，抽干我们的力气，求神让我们能够在神恩典的环境里面重新的得着力量。阿们。继续，我们也感谢神赐给弟兄姐妹有一个渴慕神、迫切被装备的心。在上礼拜六我们办的第一次的信徒讲座，有超过100人以上来参加，相信大家有满满的丰收，而且在这当中有很好的领受。也谢谢神在上个礼拜的主日带领许荣丰牧师来到我们的中间，将神的话语解开，供应生命的灵粮给我们。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谢谢神赐福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帮助。主，谢谢你一直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主，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谢谢你供应我们。主，谢谢你赏赐给我们。主，我们知道我们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主，我们更知道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于你之外。主，谢谢你再一次的丰盛了我们的生命，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有你。谢谢主，你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可以跟随你，让我们可以来爱你。主，我们更谢谢你，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一颗渴慕你的心，愿意被装备，愿意与神一起同行。主，谢谢你让我们在上周六的第一次的信徒讲座，主，我们有许多的人渴慕你，主，我们的许多人愿意来寻求你。谢谢你，让我们一切的顺利，也让我们在上周日，我们的许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用他的话，用你的话语解开我们，供应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生命的美粮。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你，主，我们称谢你的名，你是配得赞美，你是值得称颂的神。主，谢谢你总是主动的吸引我们来亲近你，谢谢你在每一件事情上得着我们的心，供应我们生命永远的需要。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站立在你的面前称颂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继续要为全家全球国家还有城市祷告，要为全家也可以为 Seven。 那我们来看一段的影片，声音可以再大声一点。这个是在日本，这是地震对不对？地震的，对，我记得对，那时候是跨年在假期的时候，对。你帅了！那是
是在日本的边界，也是一个很热闹的地方。おかん早く走れって！おかん早くこっち来いってば！所以只是有他看到了因为地震的关系。崩れと。第二个影片，消防车鸣笛声大作，赶往火灾现场救人。江西省新余市雨水区24号下午，一处商店街发生火灾，只见大量浓烟窜出，有数十公尺高，民众把床垫扔下楼，纷纷跳窗逃生。先报的警，报警这边地下室着火了，着火是下午3点多钟吧，从那个通道楼下那个通道口冒出来。起火点疑似在地下室，当时有工人正在进行冷冻库装修工程，因为违规施工不慎起火，加上现场堆放许多装修材料，导致火势迅速蔓延，无法扑灭。大量浓烟通过管道涌入2楼。由于事故现场1楼是网咖，2楼是补习班和旅馆，火灾发生时有许多学生受困其中。好，谢谢。在新闻当中看到这些的画面的时候，我们的心一定不好受。在这几年的疫情，然后接着有战争，那在今年的一开始的地方，还不到1个月，在世界各地就有频传大小不断的天然灾情。那有人为的疏失，也有这个天然的灾害。你看，在日本、美国，接着中国，我们求掌管全地的主来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要来医治全地。我们要一起举手来祷告，怜悯保护受灾的人。那也为了日本，刚刚我们看到第一个影片，因为地震而罹难有轻重伤。我们不只为了他们的修复，我们更为他们的心来得着，让他们的心能够在经历这件事情上，也能够被主得着。主，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我们举手来祷告，我们为了这一段来祷告。再次来到你面前，主，我们要向你来祈求。主，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一颗谦卑的心，主，我们需要的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在你所创造的这个大自然之前，主，让我们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意。主，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有许多的人冒犯了你，包含了我自己，以至于我们遇到了许多的困难挫折，我们遇到了许多没有办法去克服的事。主，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来到你的面前，谦卑的来面对，谦卑的来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主，好叫我们的过犯能够背上来原谅，好叫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过犯，好叫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向神你来向神你来献上这饶恕的罪的这样的祷告。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用祷告来互相扶持，更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以心意向神你的认罪，让我们每个人学习谦卑，因为神你是造物主，一切都是神你所命定，一切都是神你所允许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你，需要的是认识你，真实的认识你。唯有透过认识你，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不够的，是不足的。谢谢主，帮助我们。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全球各地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上，我们的难以接受。主，我们晓得人的渺小，但神你是怜悯信实的神，你必不撇下你所爱的儿女。主啊，你要将我们再从这一些的艰难当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不只是在救灾的时候，我们建立这样的生活，我们更是把每一个人的心都来重建起来，让我们来归向你。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我们继续要为了，我们要继续为了求主来带领台湾的国家门户，要向神来敞开哦。我们借着这个选举完新总统跟团队，现在正在建立的当中，要引领我们的国家要走向
走在神的心意的当中。我们也愿主来兴起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更多的为了国家来祷告与守望，带领台湾进入命定，是不受拦阻的。接着我们要为了台湾2月1号新国会上任，也将选出新任的立法院的正副院长，求主赐福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每一个党派里面都有敬畏神、重视人民福祉的立法委员。我们宣告神必在人的国中掌权，阿们。求主赐福当选立委的弟兄姐妹，要蒙神的引领，领受祝福，将这个真理还有神的心意要带进立法院，阿们。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为我们的国会来祷告，为了我们的立法院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赐福在我们的国家，谢谢你赐福在我们的台湾，让我们在每谢谢一个你，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所创造的台湾当中，在这个土地上面，在这个岛屿上面，我们丰衣足食，让我们没有恐惧，让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是一个自由的人，是一个可以来寻求自己的信仰的人。所以谢谢你，主，我们要为着台湾来祷告，谢谢你也为着我们选举，也为我们这个我们台湾，我们预备了一个新的总统。主，求主你帮助我们所选出来的新的总统赖清德，愿主你来兴起教会的弟兄姐妹，更多的为国家来祷告与守望，带领台湾来进入命定，不受拦阻的。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同声的开口是要跟主一起来站立。我们谢谢主，谢谢你就在这里面，谢谢你建立我们，谢谢你。亲爱的天父上帝，在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面对这样多的灾难，不管是人为的灾祸或是天然的灾害，都在告诉我们当敬畏你的心。主啊，恳求你安慰失去亲人的人，也让救难人员能够顺利将受难的人救出。求主赐力量给这些救难的人，求主赦免我们的过犯，医治全地，怜悯保护受灾的人。主啊，我们为了日本的地震来祷告，愿你的平安临到日本，差派天使环绕日本，保守他们的人民一切都平安。求主也是日本政府能够有智慧来安置这些受灾的人民。求你祝福日本的弟兄姐妹刚强壮胆，愿你的救恩临到当地。主啊，主耶稣，你应许我们要为那执政掌权和一切在位的祷告。我们要为他们求智慧，渴望更大的福音大能一一的临到，使他们能够经历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求主赐福总统、副总统决定行政院长人选与内阁团队的时候，满有从神而来的恩惠，使公义谦卑在他们的心中，带领台湾前面的道路。我们宣告，上帝必在台湾这块土地掌权。求主赐公义怜悯的心，在这些当选的立委的弟兄跟姐妹当中，求你带领他们有上帝的智慧，将公义真理带入立法院，让我们这块土地得神的恩惠及祝福。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继续要为了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我们为了聘牧来祷告，求主为迦南教会预备勇敢、有见识，而且有属天洞察力的牧者来带领教会继续的往前行。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在哥林多前书14章的40节，我们为了教会即将要来举办2月4号的主日有合会，是一场的联合礼拜，9点半开始哈。那请我们兄姐一起来关心教会的每一项事工计划还有意向。在接续的下午呢，我们崇拜部有举行长职的值日训练，阿嘎贝的领袖小组，还有当天有协会的会员大会以及志工大会，有大大小小的事情。
那在今年呢，教会从1月1号开始，我们开始推动有这个每日新眼光的读经，还有眼睛示意。那求神的话语，还有圣灵大能运行充满，祝福在每个神的儿女，还有家庭，而且造就更多神国中心的工人。我们一起献上我们的祷告，来为我们的教会来代祷。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在迦南教会的当中，我们的教会迦南教会来祷告，谢谢你赐福迦南教会能够教会迦南教会在这个地方，属天洞察力的牧者来带向着你领教会，来祈求我们一起求来到你的着你继续面前，我们来恳求，教会迦南向教会你来寻求，继续的掌权，做主做王在迦南教会当中，带领迦南教会继续的往前行，不畏惧困难，不会停下脚步，我们就是要不断的向前行。更求神你为我们在我们的篇幕工作上面，主你帮助我们，为我们带来祝福，让我们在篇幕的事项上面有神大大的祝福，也求神为我们的教会带来一个勇敢、有洞察力、更有神的恩典，能够看见意向，能够有意向，愿意做意向、做异梦的这样的一个牧者来到我们的教会，来带领迦南教会继续的向前行。2月4号周礼拜天，我们有智慧会，有许多的，还有长子训练，还有阿嘎贝的领袖小组，还有许多的聚会，主我们都求神志工大会，主我们都求神你继续的祝福，让2月4号所要进行的每一个事工，每一项的聚会都能够顺利的达成，顺利的完成。我们为着今年1月1号开始的我们推动的每日新眼光读经与眼睛示意，求神祝福每个人愿意投入在这边。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主啊。主上帝啊，你知我为着要聘慕的事，我们呼求主特别来赐落有勇敢、有建设的牧者来带阮，佮互阮的教会佮较团结，认真来做代志，重新出发，荣耀家人教会主你的圣名。第2项，我们为着凡事拢爱有规矩，按照次序来行。为着2月7日举行好会一场的礼拜，兄姐拢着来关心各项的事工、计划甲意向。崇拜部的中级日理训练领袖小组、协会会员的大会、志工大会，请主，互咱每一个人拢来参加。第3，今年教会推动每日新眼光读经，甲眼睛示意，求神的话，甲圣灵运行，充满伫阮每一个家庭的中间，做上帝你中心的路步。阮也真欢喜，顶礼拜的博智牧师信徒的讲座，阮讲得到真好的造就，我安尼感谢。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门。我徛伫遮就歹势啦，因为主伊互我来，再讲你来为教会祈祷好无？阿门。我讲唔通啦，因为足侪人啦。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所以真正是从迄个9月份开始对吧？对。咱牧师离开，这个心真悲痛呢，真超凡呢，所以我就讲好，为了教会，咱每一个人拢要侍奉哦。阿门。感谢主。阿门。我用神的话语建立，我用祷告来建立，我们更是靠着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扶持来建立。阿门。我们现在请大家可以起立，我们两的这个找同性别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可以关心他我们这礼拜有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主，我们谢谢你就在这当中，可以哦哈，两个，好。人生，我你跟我好啊，好，来，阿里嘎，对他们3个就好了，这样子，好，来迪迦，因为那个镜头要有人，好，对，这个中
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泉源永不枯竭。我们感谢神，我们的彼此肢体，我们可以为了彼此来祷告，我们要为了自己来祷告。神把我们放在教会一群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新的一年当中呢，就像仁圣姐刚刚分享的，我们愿意更多的投入上帝家中跟弟兄姐妹一起的敬拜赞美，还有任何的服事。阿们吗？阿们！期待大家的参与，因为教会是大家的，是神的。我们为了成人牧区的11组的洪满执事哦，他的车祸有脚跟腰还有背部的无法使力，求主医治呢完全康复，应该已经有2-3周了哈，他现在走路都很正常。我们感谢神恢复得很好。为了李立清在2月22的白内障开刀，求主看顾保守手术的顺利。也为了中年美的儿子黄崇伟的肺炎，求主医治能够早日的康复。我们为了青年牧区，在这个礼拜6晚上，我们要召开夏令营的第1次筹备会。我们为了青年牧区还有儿童牧区2个牧区的同工协调，有好的国效。主要赐福在这个世代，我们愿意为他走出去的年轻人哈，现在大家很热情，那也兴起更多愿意为儿女祷告，鼓励孩子走出去的父母哈。为了这个事来祷告，继续为了2月4号我们有一个领袖的关怀活动，求主要加强我们的同工能够坚定决心哦，在尾声的当中，而且要牢记耶稣所说的，在神凡事都能来预备自己，并关心灵魂。那最后我们要为了儿童牧区来祷告，为了儿童牧区来预备同工，也呼召对儿童有负担的会友，就是来加入牧养孩童的同工。那我们今年是透过圣经的教导，要教导孩童来认识神，在这个地方上扎根，也借着祷告带领孩童来与主亲近，学习主耶稣的样式，成为蒙神喜悦的儿女。也是同样的，为了夏令营来祷告，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整个营会的筹备。我们一起为了成人牧区、青年牧区、儿童牧区，我们3个牧区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的开口，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无论是在这个开刀的、车祸的、肺炎的，主啊，求你来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为了夏令营的筹备会，准备在7月所办的筹备会，为了青年儿童2个牧区的合作协调能够有好的国效，愿主赐福这个世代，愿意为他走出去的年轻人，也要兴起更多愿意为儿女祷告，鼓励孩子走出去的父母。在教会的当中，我们要一同来建立。我们不只是为了我们的伤痛，我们更是为了肢体的建立来祷告。所以我们为了在2月4号的领袖关怀活动，求主你来加强同工能够坚定决心，而且在神凡事都能。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让我们乃是靠着神的大能来关心灵魂。主，我们谢谢你，为了儿童牧区来祷告。特别在我们的儿童牧区，我们需要更多的同工来看重，还有呼召神有负担的会友能够加入在同工的当中，不只是透过圣经不只是透过祷告来教导。主，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我们赞美你，为了我们的牧区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主，我们晓得我们到神面前来的人是因着信。主，我们要蒙你的喜悦，我们要蒙你的看顾，因为神你总是带领我们经过我们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因为耶稣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你有这样子的应许，让我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刚强站立。无论在代祷的当中，我们看见会议的这个筹划，或者是我们弟兄姐妹有受伤难过的地方，我们都晓得我们要来依靠神，依靠神的大能，因为神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要说在神凡事都能，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们。我们一起拍手。接
彩中的星星，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细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的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在你没有，我们宣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在基督里都是阿们。我们把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因为他是配得赞美，他是配得称颂的。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渴慕他，归向他。谢谢主看中我们今天的祷告，在我们的当中，奉耶稣的名，阿们。谢谢，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大家。